当年生了大儿子，我又在作秀，全省到处跑，那我老婆跟着必须照顾我，所以这个小孩子我们并没有办法照顾，于是就带回家里，出生8天就带回家里，所以对他们那种距离感、生疏感是特别的浓厚。那他以为国小毕业之后可以回到台北来，结果也没有。他以为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国中毕业后再回来，于是他设定了我一定要考上台北的高中，他就告诉了自己这么一个愿望，我一定要考回台北，我才能跟我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，家人团聚。对，结果我这边大家其实都知道，那年毕业他考上建中，然后我那一刹那我觉得是你自己念的，我没有教你什么，你为了要回到父母的身边来，而你选择了自己拼回来了之后，我觉得我对他亏欠真的很多。胜哥啊，因为跟碰爸爸这么熟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我们很少，我们认识碰爸爸这么久，很少听到碰爸爸提到他有关家庭的部分。碰爸爸平常跟自己的小孩，其实他跟自己的小孩跟兄弟姐妹一样，他没有把他当成小孩。尤其是他的大儿子呢，因为当初碰狗人在演艺圈闯荡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就很忙，所以呢，把孩子呢放在家里给妈妈带。有一年呢，过年呢，碰狗回去过年，然后呢，从那个车子下来，然后他大儿子看到，嘿，阿嬷，蹦恰恰来咱刀呢，蹦恰恰来咱刀。不会吧？真的这样子啊，好夸张啊！一直到高中，他的大儿子才到台北来跟爸妈一起住。没有，我对这个大儿子，我到底愧疚蛮多的哈。因为他有一天写了一封信给我，我看了之后就很难过。他说我不知道爸妈的定义是什么。没有，其实哦，讲到这个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来讲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分量也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我真的觉得，有时候工作跟家庭真的是非常难兼顾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有碰到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你好像很努力的要去拼这个事业，但是你就会得放弃到家庭的这一部分，一定要择一。那当你顾到的时候，你又觉得你工作会力不从心。我希望在场的每位嘉宾给我们碰个喝彩一下，既然是今天大喝彩，一定要喝彩一下。多少个夜晚，碰狗其实为了下一个节目、下一餐，甚至下一个心情，怎么样去组合，让明天可以面对在看所有的群众，他要拿出什么欢笑、什么内容，但是他忽略很多家庭的应该要照顾的事情。他的儿子其实跟他在一起是很生疏的感觉，我看得出来。那碰狗呢也花了最大的力气，希望把这个距离再拉近。但是他儿子是一个资优生，头脑很好，回到书桌也许都把自己还给那些字里行间的学问，但这个爸爸好像要切入也切不太进去。也许他今天有很多话要跟儿子讲。碰狗加油！碰狗加油！加油！他是因为从小在阿嬷等于是把他当成我这样子代替哈。我妈妈是希望家里洗东西辛苦边，那每天健健康康。我妈是这样的人，然后这个我当年生了大儿子，我又在作秀，全省到处跑。那我老婆跟着必须照顾我，所以这个小孩子我们并没有办法照顾，于是就带回家里，出生8天就带回家里，所以对他们那种距离感、生疏感是特别的浓厚。那他以为国小毕业之后可以回到台北来，结果也没有。他以为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国中毕业后再回来，于是他设定了我一定要考上台北的高中，他就告诉了自己这么一个愿望。我一定要考回台北，我才能跟我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，家人团聚。对，结果我这边大家其实都知道，那年毕业他考上建中，然后我那一刹那我觉得是你自己念的，我没有教你什么，你为了要回到父母的身边来，而你选择了自己拼回来了之后，我觉得我对他亏欠真的很多很多。其实碰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因为在当初我当碰狗助理的时候，感受到这一段过程，其实蛮就是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看碰狗的人生，就是他跟他老婆之间，他必须要说服他的妈妈把小孩子从南部带上来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当然他夹在中间这种夹心饼干的感觉，我们那个时候想说，其实很容易解决的，只不过把小孩子带回来这么简单一个动作，但是割舍不下的是，他妈妈非常喜欢他这个大儿子。
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放心的，就让这个大儿子回到台北去是怎么样过日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碰哥说，他的生活怎么过得那么苦，一直到现在我们才会有那种感觉。也许你们结了婚就知道，当你在跟小孩子、跟你的工作做一个真的抉择的时候，我觉得碰哥这种感觉是一个日积月累里面，所以他现在有感而发，其实那种感觉我们都懂。好，其实碰哥啊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他很会赚钱，但是他不会花钱，他连百货公司都没有进去过，对，他连手扶梯其实他也都没有走过。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人。碰哥是我这辈子认识承受压力最大，而且又能把它解决的人。我觉得他很辛苦。然后呢，他的小儿子皮皮跟碰哥是最好的这位 partner。你说阿爸，知道你又发片了，先恭喜你。平常我们父子俩的见面机会虽然很少，只能靠留纸条、打电话来传达我们的关心。你身体要照顾好，工作忙归忙，也不要太熬夜，这样子我会很担心。还有，那件事情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一直没有勇气当面跟您说，希望爸爸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是一个不会替人家想的小孩，不管你原不原谅我。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好爸爸，你永远都是我最敬爱的好爸爸，皮皮。哪一件事啊？他说他在家里睡觉，让你找不到他，然后你在牌桌上哭了，补习班也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，所有好朋友的家也找不到这个孩子，然后你那么担心。那么害怕，然后后来他打电话来说：“爸爸，我在家里睡觉，我忘记。”这封信呢是这个碰爸爸的儿子委托顺哥拿到节目上来告诉大家的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有时候男人真的为了工作，然后会顾不到自己的家庭，顾不到自己的小孩。那我觉得碰爸爸的儿子也非常的懂事。那一天是。我说我们打牌，其实观众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我打牌打得很小，那是我打个2将是一个疏解压力的方法。那约有7点钟，6点58分我要出门的时候，补习班来了一个电话说，你儿子没有来补习，然后我说哦，我就开始约好了是去了，开始打电话，怎么找都找不到人，那你会担心不知道出什么状况。当我打回家去，我在睡觉啊。那一刻我真的所谓的崩溃，是因为你把那个心那个石头整个放下来，原来你是安全的。所以在专辑父亲节的前2天，我就写了一首歌，写一个叫做《金大汉》，我想是我们这一代男人的心情。你没能我都还成就了，你就给他平平安安就好，慢慢还的。因为我小孩也是在国外，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回来说：“爸爸，我好想跟你讲一句话哦。”但是我希望这句话是在你耳朵旁边讲。哎呦呀，金大汉，不要那么多让我们担心的事情。对，所以这首歌就叫《金大汉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彼日看你也搁足细汉，一定望你的金大汉。时间不知是紧也是慢，人生敢会足困难，咱已经做阵几落冬。看到你为囡仔变大人，阮的心内有一个希望，望你健康平安快乐，花蕊百日红。不敢讲阮是一个好模样。相信你家己一定会晓想，有一天等
嘛一定会唱。伊啊伊困，一暝大一寸。伊啊伊笑，一暝大一笑。刚才这一段啊，这个歌词也好，或者刚刚的这个访谈的内容也好，我想有很多电视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，他们看到一定都非常的有感觉，甚至有很多的家庭可能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爸爸妈妈的工作，然后忽略了自己家里面的小孩跟家庭的生活。其实我想以碰爸爸的状况来讲，我觉得你的小孩应该现在也都蛮懂事的了，我觉得他也能体谅你这份工作为家庭付出的这份心情。对他们现在，透过电视啊，他们完全了解我这个工作性质。然后我都跟他们集合训话，也不是训话，跟他们讲，我说我的工作是这样子，我必须牺牲掉很多跟你们相处的时间，才能够让你们有比较好的环境，安心的去念书。他们也了解这一点。我自己本身，我家里就是我跟我妈妈2个人嘛。对。那我妈怀我的时候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爸爸。那从开始上来台北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一直住在台北，然后每天就尽心尽力的忙起来工作。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业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拼好。然后我几乎1年到现在假也没有多少，更不要说要回高雄见妈妈。那有时候想说让妈妈上来台北住呢，她又没朋友，那她宁愿选择在高雄就是有朋友的地方，可是我又回不去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我到台中去办一个签唱会的时候，我的阿姨就是我妈的妹妹。然后他就是要过来，然后要给我们签名这样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人挤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他载他的小孩说要跟我拍照什么的。可是我说不行啊，可是我现在就要上场了这样子，就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可以停下来这样。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了一句，就是说哎呦，只是拍一下而已也不行哦，我们连见到你的时间那么少了，我们是家人哎。然后这样就到前面的观众席，就你知道就在那一瞬间，我会觉得我到底怎么了？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就是什么样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也在执着的我的工作，然后就是家里面的事情也有很多，好像你应该要去照顾，但是没有照顾到的，尤其是家里又只有一个男生，所以可能我的感触没有像就是碰爸爸一样，就是从你的妈妈到你的小孩这么有。可是我觉得我多多少少可以体谅到一点家庭的感觉。那你们以后都会有家庭嘛？那个感受会越来越深，大家等着哈，真的会有。好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对，这是一定的。哇。